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6月14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家先先来看这张下晡，伫咧逢甲大学收一张大树仔倒去，迄当阵拄好是有2个学生行路经过，其中一个查甫学生是去互树仔跌掉咧。这消防人员解救出来时阵，就已经无喘气甲心跳，送医抢救，犹原是救无倒来。也若是这校方除了协助家属处理后事，嘛会检查规间学校受灾情形，避免这款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救护车采入校园四界，有不少民众围观。13下晡5点左右，逢甲大学一张60年的青仔树倒落去，迄时阵有2个同学带经过，其中一人落落树当地，无法度脱困，紧急通报119来救援。放下树就病哦。学校人员向前查看，发现规张青仔树连根挽起，为下骹断去。迄时阵咧上课的学生也拢惊一条。那我们刚才在楼上上课，然后就听到一声声音，然后就看到这树倒。有很大声吗？很大声。在学校发生这种事情，觉得很可怕。消防队马上将倒去的青树枝灯救出受困学生，不过已经无喘气心跳，经过送医，犹原是救无倒来。到场有发现1名民众滑倒，那没有送医哦，那还有1名民众压在树下哦，那我们立即使用破坏器材将民众脱困哦。那民众送医时呈现欧卡状况哦。这个脸跟胸腔、手脚都变形，左边耳朵流血，脸跟手脚多处的伤口，所以这个是多重性外伤，急救的效果没有太好。后来跟他父母亲建议，不要再急救了，父母亲也同意接受。学校对这代志也表达遗憾。另外一个女同学受小可刺伤，送医检查了后已经无要紧。除了继续关心学生甲家属需求，也会启动校园实在安检。台中市政府伫13暗时也发声明，表示已经先提供家属1万块的慰问金，也派人去病院关怀。后续会全力协助弟兄甲灾害死亡救助等相关的代志。因为路树倒去造成伤亡，也毋是真罕见的代志。2020酷年3月，南投埔里落大雨，有3台经过爱篮球，互倒去的树仔撞到，造成2人受伤。这热天中昼过后，对流旺盛甲风太大雨，土就较松软，可能会互路树制裁袂牢。除了官方定期树仔健检维护，民众经过时阵爱保持一定的距离。若树仔倒去的时阵，应争取逃生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逢甲大学的树仔倒去，是因为树身烂去，也是这大雨造成的，也搁会调查。除了逢甲，昨南部落大雨，伫咧台南的中西区，嘛有一张树仔倒去，去缀着路边的车。也若是家己甲屏东是拢有山壁绑路，路袂通。东部迄边花莲玉里的灯笼甲高寮便道，是因为这溪水中起来暂时封起来。雨水也是真悬，受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花莲玉里一直落大雨，造成溪仔水无法度消退。电工所13也是甲通过这个秀国乱溪的重量甲高寮便道封起来。那花莲嘉义县挖大山山的大底溪相款中起来，变做土水，大山山也出现崩山。落石坍方，目前造成道路双向无法通行。所幸当下均未有伤亡形势发生，现场周遭已摆设交通锥。石头一直连落，连河人也讲歹去。大沙线310.35公里，边坡13早起发生崩山，阻断双向交通，又雨真大，而且石头一直连落，伊都是无法度来抢修。拢咧遐大片咧，然后完全无法，不等甲伊面顶稳定哦。即摆伊落雨，伊唔敢去。西南风真强，继续为南部带来水汽。台南中西区南宁街路边一丛树仔未堪要大雨，早起倒去，跌到路边停车架汽车，树棵也坏伫路的阻碍交通。巡逻警察看到了后，赶紧封锁线围起来。本所同仁挺着风雨，极尽可能排除危害及适时管制交通，并通报相关单位进行应变。屏东上关一直上大水河，北大武山、过国山厝水管互大水冲歹去。波多zan桥也互大石讲歹去，准暂停开放。来义乡瓦罗斯区溪水涨起来，水串串流。大后龙路早起因为路石暂停通行，村里乡往老七家道路、斯文部路后山的联络道路才路段，因为溪水涨起来也是路石，一度无渡过。
通行的方面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往老七家那个部分在施工，然后那条路本来就是很容易落石。那通往世文的部分，那个地质本来就是容易滑动的一个部落，所以我们是比较担心。南山区屏东沿海早起用源大约3公尺，在一条扩大伫鸟皮头近海作业平台断油7号也伫原来所在，雨风应拍上花，恐惊爱等天气较好，救援的拖船才法度来拖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是涨雨量上济县市之一，大寮、大树、鸟青等地区拢有积水。气象署表示，这中南部的雨势尚无到到今仔日日时过才较停。目前这气象署是针对高雄、屏东、嘉义、台南继续发布大水雨的特报，这雨势正在大准，大家都要注意。高雄天气无稳定，过掉了后市区变大雨，有的所在积水，水还未完全退。中午过后，高雄雨势是间歇性的下，不过呢，在大树区瓦厝街这条路，您可以看到呢，其实呢有一些水呢是还没有退去的，积水呢一度是深达成人的脚踝这么高。当地居民讲，大树的瓦厝街只要雨若较大，就会积水，关键是因为车路两边边啊无水沟啊。足早就拢无水沟，拢无水沟，你无做水沟，就拢逐摆嘛积水。气象署的数据显示，13透早到下晡2点半。高雄市累积的雨量排全国第2，落雨上济所在伫咧大树区，有到273毫米，予大树早起几个所在淹水，九曲洞就是其中之一。有到10公斤的人空挂，去予强烈的水流冲离开地面，车路袂输变做水路。店头的物流箱嘛伫咧路面流来流去，附近的暗坑积水有到180公分悬，是紧急封路。趁下晡水有较退，清洁人员赶紧清理排水坑。也若照像东方巷早起，嘛因为雨势规趟倒，车路规个淹水，还佫有骑奥多巴的人差1点仔都没倒。你这样还轻易过？没办法，要上班啊，所以要过。这届落雨主要是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南部的雨明显较大。今天主要雨势最大的地方，大致上就会是在南台湾的部分哦。我们看到，特别是在高雄、屏东，不论是平地或是山区，大致上都有来到150毫米以上的一个雨量。这届雨大部分落伫台湾南部，高雄市烦恼雨真大，山区会有灾情，嘛甲山区的居民疏开。到下晡5点半，桃园、武林、甲六股拢总撤离528个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日报纸阁有看什么道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先看自由时报。新北三劫78岁姓余的查甫人，赛车弄死3个人。交通部就针对坐伙人赛车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换驾照的年岁，对75岁降到70岁。交通部主任秘书是表示，这10年后70岁的高龄老大人就超过272万人。伊是强调讲，这自由行动是尊严，不过条件是爱平安。接落来看《中国时报》，国定假日是假1，今年下半年就会当加休9月28教师节、10月25光复纪念日、12月25行宪纪念日，而且教师节甲光复节今年是3天的连假。也若是明年115年，计共是有9个连假，过年会当休9日。上尾来看《联合报》，以色列空袭伊朗的核子设施，防止军队伊朗的军事作战，甲核子科学家。美国总统 Trump 是表示讲，伊早就知影以色列的行动，强调讲是袂当互伊朗有核子炸弹。也若伊朗迄边是宣布讲，要退出本地6月15要举行的核子谈判。来看这印度航空一只要飞去英国伦敦的航班，昨日起飞了后就失事，飞机顶242个人，敢若一个活落来，成做这印度30年来上界严重的空难。而且这飞机是在落伫咧主题区，这地面冇死伤，病院上无是已经收到265具遗体，罹难人数恐惊会阁增加。印度航空一只波音787客机，原底要为印度飞去英国伦敦，不过煞伫起飞差不多30秒了后，全摔伫咧离机场17公里远的主题区内底，而且弄到当地医学院的宿舍。火势牵连几栋建筑物，造成地面有24个人死亡，包括苏当时还佫伫咧宿舍内底的医学生，还佫有真侪人受伤。也若飞龙机顶除了一个坐伫咧紧急出口附近的乘客，也有活伫意外，其他241个人全部罹难。
这是印度从1996年以来上较严重的空难。मेरा पीछे यहाँ 200 मीटर पहले ऑफिस एरिया एयर कार्गो एक्सप्रेस यहाँ पे जो ऑफिस से बाहर निकला तो मैंने देखा कि आवाज जोर से आवाज आया विंग्स का फिर पूरा धुआं भर गया लोग यहाँ से भगदड़ मची उसके बाद आके देख रहे थे ये हादसा की स्थिति 这场空难唯一的生还者是一个40岁英国籍印度裔查甫人。根据伊甲目击者的讲法，意外发生的时阵，伊规个人喷出去，了后发现家己伫尸体甲残骸之间，时间快真惊吓。印度总理莫迪13去勘察事故的现场，嘛去病院探视这场空难唯一的生还者。莫迪讲已经甲救灾单位联络，会全力来搜救。每一个罹难者拢会当摕到大票差不多344万的赔偿。因为飞行机顶也阁有53英国公民。英国首相史凯尼嘛表示，会派调查小组去协助。In relation to the question of a survivor, obviously we're establishing the facts and the investigation is ongoing. We're in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 Indian authorities. 这架失事的波音787客机内底有2粒乌鸦仔。根据媒体报道，搜救人员伫事故发生的几啊点钟后，已经找到伫咧飞行机尾的乌鸦仔。另外一粒伫咧飞行机的头前时也未找到。印度民航总局嘛讲，会赶紧记录甲分析来理清事故的原因。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菜洗水果的农药量，51件有13件无合规定，这韭菜花有4件是占上介济，其他也有高赞塔、咸桥等等，拢已经去向要求落价。餐厅非常态上好西式受去用到这寡农产品，业者是讲会甲供应商换掉。各红分市场采购要摕出来人做暗顿，对北港来的李律师，登记伫产地采收蔬果，对安怎拣是真有一套。水果要无用啊吼，就要用白皮啦。伊吼，伊迄钻药啊铺落一罐顶哦，伊是咧钻糖袂，甲你装空好看。府市卫生局公布今年4月生鲜蔬果残留农药的抽验结果，结果验出13件无合格，违规的产品包括韭菜花4件、高赞塔番茄啊分别有2件，另外有葱啊、莲雾、葱黄、木瓜等等农药超标。其中 BB 等推荐的上好素食，红验出高赞塔违规，业者发声明，红通知了后，随着通知这个厂商的工会，另外找产地合格供应商直接采购，目前供应的拢是检验合格的产品。非常台天母店是使用着超标的高赞塔含葱啊，业者讲已经替换不掉，而且换供应商。讲到采购实在拢伫合法的产销中心嘛有家己体检，但嘛是正歹大家国内法规要求极微量的标准，而持续研究更较有效精准的检测方法。那比较特别的话，既然有看到9层塔里面也有3种的农药残留，不过大家说这3种农药残留的话，以毒性来说它是低毒性的。我们建议会用那个流动的清水净洗或者是冲洗即可啦。表面比较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像苦瓜或者是一些黏物等等的，可以在适当的用那个我们的暖毛刷再进行那个刷洗。这摆无合格的商品嘛出现伫市面的蔬果行含超市这通路，拢已经落价。农业试验所表示讲，要降低农药的残留，上好是倒清水冲10分到15分。有地头的水果嘛，建议先洗了后再甲地头摕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23岁少年人是拢无咧食水，逐工敢若食2杯凉的，上班时间搁常常禁药，结果这23岁就腰子结石啊、放血药，发烧搁拖1个月才送急诊。一查落才发现，讲是腰子发炎引发败血症，险啊无命。即马天气又够热，袂少人拢会食凉的。不过台中这个23岁姓林的查甫人，逐工拢靠食2杯手植茶来止喙焦、补充水分。长期落来造成健康出问题，搁要去看医生。几乎没什么在喝的，都喝茶、有糖的、乌龙，1-2杯不一定。林先生讲，伊是做这的，若咧无用的时阵是无时间通食水，搁会禁药，所以讲逐工拢是啉2杯半糖的手植乌龙茶，算算的1个月上无得啉60杯。不过最近说是出现腰子结石搁放血，食药3天了后虽然是有较好，不过颠颠倒倒1个月来一直咧发烧。后来检查是得急性的肾盂肾炎，佮引发败血症，险啊无命。右边的肾脏可以明显看到说它比左边的肾脏还要肿的非常多，接近要到2倍的一个状况它的发炎指数、感染指数到达27的一个非常高的程度。那正常值是多少？0.3，所以接近是升高一个90倍。医生表示，急性的肾盂肾炎是一款常看到的上臂药头感染，起因是腰子甲肾盂受到细菌感染，产生急性的发炎。营养师表示，一般人认为讲这食凉的嘛等于是食水，不过手植茶当中是有糖分，
若是佫有另外加料，这当中佫有食品的添加物，甲一寡热量，拢会造成身体负担。如果是50公斤的体重的人呢，那它是大概乘以30cc 的水分，大概就是一天可以喝到1500cc 的水。那大概一瓶保特瓶是600cc 左右，我们至少要喝到2到3瓶的会比较足够。营养师表示，水若食无够，就会造成尿甲血浓度伤过悬，无法度代谢。建议平常时若要食水，即便唔免食伤济，爱加吃几杯啊。若是有要啉凉的，建议是爱以微糖也是无糖的茶为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博物院甲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今仔日就要开始展出高景梵谷等38个艺术家作品。高雄市表示，台湾是大都会博物馆亚洲巡回展览的头一站，加上今年是高雄100周年，这活动更较有意义。弹钢琴的2个少女是画家雷诺瓦有名的作品，以温柔有度的笔法画出少女弹钢琴的形，代表感性和和谐等印象派的风格。这个名道的正片对14开始会伫高雄展出。高雄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合作，找包括高景、梵谷等38个艺术家81件作品，第摆代代展出重要典藏，嘛向台湾的民众展现艺术的多元风貌。This time, we are excited to share our museum's treasure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We hope visitors will find great enjoyment from these works and meaningful moments of inspiration and connection. 高雄表示讲，这批图的风格对印象派到早期的现代主义，焦点除了雷诺瓦的弹钢琴的2个少女，佮有塞尚的暴风庄园附近的树仔汉邦社。另外，高景大溪地洗身躯的查某，代表对文明社会反思，嘛替象征主义拍好基础。大都会博物馆首度在台展出的大型展览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大都会名作展以台湾为亚洲巡回的首站。在此特别要感谢大都会博物馆对故宫博物院的支持与信赖。总统罗清德嘛到场来欣赏这个名图，希望高雄以大都会博物馆做镜来亲近台湾，搁爱互世界看到台湾。这摆展览会以对城市到庄脚等5大主题，带领观众来体验艺术家安怎来回应社会变迁，搁有因对美学的追求，希望用这来拓展全球的眼界。记者综合报道。有研究指出，这孤单的感觉是增加老大人失智、死亡、郁卒的风险。所以讲，顾卫院就建议家属医护人员，在甲老大人讲话时阵，会当讲因的母语，互因较听有，因就较袂孤单。前几冬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隔离关伫厝里办公，伫线顶上课迄段时间，人甲人较无接触，民众的孤单感就较重。也若伫咧生活中有研究显示，65岁以上的时代，因为退休生活较会感觉孤单。研究指出，这款孤单的感觉也会提悬失智、郁卒和死亡的风险。所有年龄层的自杀率比起来，高龄长者的自杀率是最高的。这个也跟他有比较高的忧郁症、比较高的孤寂感的盛行率都相关。各位院找50位健康的时代，运用脑波技术去探讨孤单对时代语言理解的影响，发现就算是身体健康，也无出现退化。不过孤单感较悬的时代，会有语言理解困难，出现类似早期失智的变化。各位院也发现，用时代实在语言，亲像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用母语和时代讲话，会当增加时代的语言理解，减少孤单的感觉。那原来的母语就是他生产的时候的第一个。语言的那个学习的系统是跟他沟通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有很多在失智中期或严重的时候，他可能连普通话都没办法讲好，他就回复到他原来的客家话或者是台语的这个原来母语的状况。研究也发现，真侪时代虽然身躯边有坎坷，也是医护人员咧陪伴因、照顾因，但是若是单纯敢若陪伴伫咧因的身躯边，无甲因开讲，这时代就会开始感觉孤单，语言理解困难，就会减少互动，就会开始愈来愈孤单，出现恶性的循环。各位院也表示，所以真侪病医为着要提升医护人员和时代沟通能力，也开始安排母语课程。各位院认为这是真好的办法。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这一个月来，咱台湾各地是发现几落件这老大人赛车出意外弄着人的事故。所以讲，大家都真关心，讲是要怎互老大人会当方便而且安全来出门看病、领药啊、参加活动等等。
有一寡县市是有客停车巴士、幸福巴士，也是当值交通车服务，来帮助这当地居民唔免烦恼出入接送的问题。这嘛，互一寡少年人会当加一项驶交通车的工作机会。今日暗时7点半，公司台记台请出咱的梦，就要带大家来看因的故事。若毋是伫咧都市生活，无交通工具要出门是真麻烦。偏乡的囡仔若要读册，时大若要去买物件，互医生看，或者是复健，若无车，就袂输无脚通行。为着要解决即款的困境，有地方政府结合在地车队，也是社福机构，推动客停车巴士、幸福巴士、甲长照交通车等等的服务，会去载有需求的人，嘛甲生活甲照顾的网络串联起来。因为阮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站牌啊去载，所以我是变大公车变小架公车，会当入去乡镇内底大公车无法度入的所在，会当服务更较侪民众。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甲少子化的社会，对交通车的需求愈来愈大，这嘛增加一寡工作机会，互想要回乡发展的少年人会当安心搬登来住。每天这样开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啊，下班然后就可以回家陪家人，然后陪我的老婆跟我的小孩，然后又可以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家。有司机来载来陪伴，到看头看尾，这嘛形成另外一种在地照顾。咱遮的长辈拢会交咱的服务遮的司机，会讲因心内的心事安尼。我感觉无形当中。嘛是一种促进因身体健康的一种方法啦，这是阮头先没有预想到的。交通毋但是搬线的工具，搁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权甲生活品质。若要真正实现交通平权，干那靠司机的热心是无够的，搁较需要互制度较周知，资源继续投入，才有法度真正照顾到社会甲弱势的人。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0度。接回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平安顺心，再会。